由议员柯有林发起，包括陈坤和、林义莹甲罗坤豪等议员拢站出来共同关心，针对两家牛埔被列为地景公园甲自然保留区以后的环境，虽然该案对原本的废弃掩埋场空间较大，已经顺利通过自然地景的审议。不过，因为废弃物掩埋场的环评也未撤销，原本开发的场址，包括私有地等嘛，拢无列入自然地景。两家工业区嘛也未改变等问题，拢让地方相当忧心。发展这个自然地景的观光，跟掩埋场这是两回事。自然地景成立了，可是掩埋场的执照没有撤销啊。掩埋场那块土地没有归还给国家，掩埋场那块土地还是属于掩埋场业者的，所以掩埋场的执照没有取消，跟地景的发展这是两回事。起定有的购，如果把欧新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那一块土地，把它纳在地质公园里面，征收的经费上它没有钱，那可是那一块土地才是最具备争议的地方。那如果没有把它放在自然地景或者是地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台南市的一个国土计划未来的发展？除了牛埔指定成自然地景以后，如何停止掩埋场的设立？原本港区嘛无应该存在，甚至如何甲西部滨海沿线观光结合，打造山海连线的观光前景，拢使人期待。所以会中众人嘛发出成功一大半，后壁继续拼的心声。期待政府应该提出具体解决的方案加时程。成功一大半，后壁继续拼。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